垃圾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前进，那我们大概还需要多久才能抵达车站呢？刘总，大概需要1小时的时间就能回到镇上。也就是说，我需要保持这个姿势1个小时。可以这么说。还真是讲究啊！刘总，把我的衣服借你垫一下吧。不用，我下盘很稳，蹲着，没有问题。我看你能撑多久。刘总，你腿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就是蹲麻了。什么？曝光了？你先让大家不要做任何回应，我再联系下我哥。喂，喂，喂，哥，总算拨通你电话了。壮壮，我这信号不好，听不清，大点声。好，那我直接说重点。有人跟媒体曝光萌宠猫未经授权使用夏风的作品，现在舆论对公司很不好。曝光？你先别急，我已经拿到授权了，现在正在赶回去的路上，等明天发布会上澄清一下就好了。那你赶快回来啊！明天10点就发布会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就能到。好，哥，那你尽快。喂，信号不好，听不清。你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刘总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还能这么淡定？临危不乱，是作为 CEO 入门必备心态。放心，别慌，等本总裁回去打那些质疑者的脸。车坏了，走不了了。刘总，发动机可能要先打咱们的脸了。我这个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的。哦，早几日信号太歹咯，会着我这车哦，得去二个隔壁修，叫人共我送修吧。安尼得几久啊？安尼一日就歹势哦，有可能性得1、2点钟，也有可能性得3、4点钟嘛。刘总，这车怕是一时半会儿修不好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问问师傅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去到镇上？师傅啊，还有啥物好上咱健康顶的吧？下头水鱼岛有一个公交站，你若看迄公交站咯，直直行大体20分钟就有法行到顶的咯。20分钟。田助理，田助理，说好的20分钟，走了半个世纪了，我连公交车站的影子我都没见到。估计师傅说的是开拖拉机20分钟。刘总，我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我们先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我也不喘，我是在运动会里面拿过长跑冠军的。什么运动会？千盛集团内部运动会，我在几百名员工中脱颖而出。难怪呢，你参加其他项目也一定是第一。田助理，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我是对千盛集团员工的情商有信心。刘总，风雨欲来啊，我们还是加快脚步前进吧。刘总，我再前进啊。这个冰胶
还敢说自己有腹肌？田助理，其实我可以自己拿的，谢谢你啊。出来了，来了，快！刘副总，请问刘副总，现在集团不经营性就使用下封户讲座的仪式，是否属实？这事情到底是是否属实？是不是？各位安静一下。明天上午10点，萌宠系列线下发布会将正常举行，届时刘总会亲自给出解答。谢谢。刘副总，正面会议，稍等一下。每周2、4、6发出。今天周几啊？周日。太不严肃了！谁给他们的权利规定1、3、5、2、4、6的？祸不单行，晴天霹雳。田助理，不要怕，有我为你遮风挡雨，感不感动？刘总，我很感动，但是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咱能不站在露天的车站避雨吗？刘总，你要不先进去把湿衣服换下来吧，我再给你用火烤一烤。粉色的。野外的衣服我一般都会买大一号，为了防止受伤、四肢肿胀，你应该能穿。田助理的好意，我当然不能辜负了。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穿这么猛的颜色呀。刘总，刘总，田助理。田助理，前面有怪物，你听。刘总，我们是2个人，你先别怕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刘总，危机解除了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刘总，是这个空桶的桶口正好对着这个通风口，再加上外面这风一吹，就发出了呜呜的声音，再经过这一圈废桶的回声作用，想在这空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吓人。田助理，其实我不是胆小，我只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巧合的事情而已。确实挺巧的，怎么感觉我们2个角色互换了呢？我真的不怕。
刘总，喝杯姜茶去寒吧。谢谢。喏。田助理，你好像田螺姑娘。出门在外总是要防患于未然吧。这里信号这么弱，求救消息又发不出去。如果我们明天赶不上发布会的话，唐特助应该会把我变成辣炒田螺吧？这里的人难道都不过日子吗？用菜刀劈电线杆发电，用手摇拨号上网吗？这种情况，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继续赶路了，只能想其他办法，找人来接我们。我来想办法。被困彭镇，立刻发车前往。我允许你开我那辆顶配豪华大皮卡过来接我。可恶，又被他撞到了。他这是要当天线宝宝？你就按照我的嘱咐照顾好奶奶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谢谢李医生，再见。拜拜。被困彭镇，立刻发车前往。我允许你开我那辆顶配豪华大皮卡过来接我。恐怕我是无福享受你的豪华顶级大皮卡了。我正好在附近出诊，晚点去接你。刘总，你这个姿势手不酸吗？这点酸，和信号的重要性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刘总威武，刘总继续。田助理，田助理，有信号了，有信号了，有信号了！Take a long time to see you again. Memory had come out my head. 怎么又是这个姿势？ A 好熟悉啊！ wonderful face emerging in my mind. 谢谢，田助理。刚才我只是太开心了，所以脚下一滑就……没事没事。到底是什么魔力？怎么每次都能搞成乌龙额头杀？怎么田助理的额头都是甜甜的？哎，Rose，多谢你替我到彭州外采。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就安心养病吧啊！行，拜拜。喂，你会不会开车？刮了我的车还想跑？你这样以后开这么快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怎么是他？抱歉啊，路滑没控制好车。看你给我撞的，一句道歉就完了。这条路限速你不知道吗？开这么快。真的非常对不起，但是我着急接一个朋友，可能得先走一步啊。这样，我给你个联系方式，你走保险，理赔多少你电话我。对不起啊，电话我啊。哎，你这人什么情况？就这么走了？
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看来关键时刻还是李怀最靠谱。我们现在只需要安心等待就好。那太好了。如果明天天亮之前李医生还没赶到的话，我们再步行到镇上赶车。田助理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坚韧的性格。刘总，巧克力吃完了吧？我那儿还有一个好东西，可以让你补充一下体力。又是什么？嘿，小心。居家旅行必备之自热小火锅。田助理既会画画，又有设计天赋，既内心细腻，又能给人安全感。既内……刘总，你是在用既又造句吗？真情实感。这东西是不是能吃了？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原来这个拽王还有这么憨憨的一面。